来是科技界最近拢咧抢 AI 人工智慧的人才，像南韩的三星都超过500个员工跳去回答，所以回答嘛世界去挖其他公司的人才。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都予三星挖走795个人，这个 AI 带来的影响真正是袂小。有调查显示，台湾有超过8成的企业的领导人拢讲，因未来录取到无 AI 技术能力的人。I want to tell you that NVIDIA is a really great company. AI 教父黄仁勋3不5时就讲要找人才来为互回答霸主地位，马上讲去引导竞争对手的员工来投靠。韩国媒体指出，510个位三星的员工全部拢跳槽跳来到回答，三星嘛为回答欧洲278个人来反击。Intel 是欧洲1138个人，是讲台积电竟然嘛有195个人走去三星。我们离开台积的话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因为没有办法融入台积的文化而自动离职的。三星抢走的台积电员工连200人拢无够。专家认为，对护国神山的冲击无介大。是讲和 AI 同款属于南韩大厂的 SK 海力士，明明 HBM 的领域是全球市占率上悬，人才流失的状况却是更加严重。11个人跳去台积电，38个人走去合作的伙伴回答，甚至111个人跳槽跳到美国的对手美工。而且人工智慧风潮吹入办公室，抢人才已经是现在进行式。全世界有75%的知识工作者都会透过生成式 AI 帮助他们的工作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台湾的比例更高，数字高达84%。数据来自微软和 LinkedIn 的调查报告也显示 ，Z 世代和红 AI 调的世代使用人工智慧的比例真高，甚至全球68%个企业领导者讲，要请无人工智慧技术的人，是讲日本、英国和美国的比例拢无遮高，等到新加坡有71%，中国79%，台湾甚至来到81%。90%以上的企业对于 AI 抱持乐观态度，其中呢有20%的企业是已经把 AI 导入到他们的生产流程当中了。毕竟咱打拼要成做人工智慧岛，袂使干那嘴讲讲的尔，一定都要用实际行动向世界来证明台湾实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